啊，继续来看，这个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就广播节目接受到专访，主持人黄国昌谈广告的空棒，甲郭文哲问讲，新竹市长高虹安是毋是特别互选民地牵咧行路？郭文哲拢无思考哦，直接就甲应讲是啊，人是有出钱的，咱无啊。讲完了后，郭文哲佫大笑几啊声。这是毋是表示郭文哲甲高虹安两个人的关系愈来愈远咯？高虹安回应讲，选民地甲郭文哲拢是伊的前辈，拢是伊请教的对象。所以来过年，嘛安排郭文哲来新竹行村。啊，选民地到底甲寄付偌济政治现金？高虹安讲，未来会有公开透明的统计报表，大家拢看会到。高虹安现在他在推动市政，会问你意见吗？很少了，很少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他好像快被薛明志牵走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嘛？人家是有出钱的，我们没有。郭文哲笑笑啊，一切敢若尽在不言中。黄国昌前海头可能嘛想袂到，伊会应该这么直。18号这天，两个人伫咧公布节目顶讲到郭文哲的主题兵高虹安，两个人的关系敢若无过去这么薄。柯文哲市长。还有我们许明才前市长，还有我们的敬爱的薛明志董事长。签名头一位也就是身躯边这位，去年选举时，郭文哲助选高虹安，徛在扫街斗坐镇。不过，即马这个位置，敢是要靠选民地占去？对新竹市民好的建议哦，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不管是产业人士、地方人士，甚至是我们的政治前辈，其实都是我可以请益的对象。他们在这个人生的经验上，或者在产业，甚至在地方上的这些理解，都可能是我在这边我比较常常会去请益的部分。不过郭文哲这位电讲这话，敢若认为这个关系跟钱有关系。啊，那选民地到底是关偌济政治现金？后面也会有在做那个，我们讲说会有一个统计出来嘛。对。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公开透明的统计报表了。报表一个出来，到时阵大家就拢会当知影偌济钱，唔免特别强调上讲很济。伊嘛讲到会请郭文哲来到新竹行村，敢若是想要让大家知影讲，因的关系也是麻麻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